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11月15，旧历的10月19，礼拜五。即摆即个秋冬的时节，都是空气上歹的时阵，讲感冒炎，也就是红目睭的患者加出着3成。都有民众逐工骑机车上下班，两对目睭是红搁痒，这就是来引发着过敏性的感冒炎。另外，还有5岁小女童因为皮肤痒太热，绕甲引发着过敏性的皮肤炎。医师是建议讲，这会当捂冰来止痒。若目睭千万唔通一直热，安尼是会甲感冒热甲破气来受伤。感觉安尼上痒袂调，一直热。今日秋冬空气污染，眼科医师发现，最近红目睭的患者加3成。5岁妹妹目睭是肿啊，强要踢袂开，目睭皮佫一日有丁顺，一日无丁顺，甚至红骨嘛过敏红红。一般感染性的结膜炎，它最主要是会传染，而且它主要的症状是以红肿痛为主。那另外，它特别会在耳前会造成淋巴腺肿痛。那过敏性结膜炎主要是以痒为主，而且它的分泌物是水样性的，那并不会传染。另外，习惯骑机车上班、介意骑铁马运动的民众，最近嘛因为红目感觉真艰苦，这目睭的所在佫出现水泡，医师提醒千万唔能一直热。我们第一步就是先冰敷，可以减少这个过敏的症状。那如果是有一些人工泪液，或者是干净的生理食盐水，也可以采用冲洗的方式，减少过敏源的接触。那当然，如果症状严重，还是要就诊来看。这个周末中部以南空气品质依然无好，要外出上好，就爱挂喙烟，避免这过敏源。